嗱，呢個就係奇觀悅來123方嘅5房兩廳3衛佈局，可以講3+N 系列啊。問你怕未 ？N 就 N 喺邊度咧？其實東邊戶咧可以做6房兩廳3衛佈局啊。咁啊呢個面積段我就問你怕未？唔係第四代，勝似第四代啊！我同大家講佢咩贈送先啦。報建嘅時候門口應該喺呢個位置嘅，但交俾你嘅時候門口推出去，所以呢條大概嗰邊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係啊，提下先，呢個就交樓標準。123方係有2個戶型嘅，咁佢兩梯3戶佈局，突出嚟嗰邊咧就係106方，然之後左右兩邊都係123方。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就係交樓標準。交樓標準嘅話咧，佢呢個123方有乜區別咧？呢個位置多間房出嚟，但係咧佢景觀又麻麻地，而且佢總價會貴少少。不過呢間房都有9個方嘅，咁樣呢個客廳開間大好多，6.3米，比第四代住宅嘅139方個客廳開間仲要長啊！嗱，呢度放電視，咁啊最多呢個位置咧就攞嚟放梳化，咁呢個位置你就做翻呢個開放式書房。入邊你做咩咧？入邊又冇乜景觀，但係佢採光好。然之後過嚟呢邊就係飯廳啦，夠用啩，4人位。飯廳轉過嚟，咁呢個廚房到時候會有個套門喺度嘅，灶台、洗手盤、廚房3件套。呢個位置雙門冰箱一定放得落㗎啦。但係呢個位置入去我又覺得有啲窄嘅 U 型廚房，背靠背可能會有啲窄，因為本來係雙陽台佈局。陽台開間雖然唔算大，但係佢比較深啊，所以呢個位置如果你到時封起身咧，做翻個書房都 OK 㗎。而家因為佢係南北對流雙陽台嘅佈局啊，所以即使呢邊你封起身做翻個書房唔緊要，生活陽台喺嗰邊，你依然可以晾衫洗衫喺嗰個位置。嗱，生活陽台唔算闊，但都夠用，都係有3米層高。咁第一間房嘅南向客房嚟嘅，咁你放個1.5床、床頭櫃、書台、衣櫃位都 OK。甚至如果你覺得一排衣櫃唔夠用嘅，呢張唔知梳化定乜鬼嘢嘅嘢咧，就唔好要佢，床頭櫃都唔好放，書台都唔好放，因為你出邊已經做咗書台啊嘛，咁就做個 L 型嘅衣櫃，咁咪夠咯。再轉翻過嚟，兒童房都大套房，咁呢間房咧就窄啲啊，因為真係窄，而且佢長，咁佢長得嚟咧，嗰邊係窗，所以咧做衣櫃好難嘅。唯一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呢埲牆做衣櫃，咁啊床頭喺呢個位對翻過嚟，咁個書台要唔要都冇所謂啦。呢間兒童房都帶屎坑嘅，雖然個屎坑係細咗少少，但係都唔影響你使用。嗱，點解個兒童房個屎坑咁細咧？主要因為咧，我話屌講起錯咗。嗱，點解呢個屎坑咁細咧？主要因為咧，佢入邊嗰個位置咧就係兒童房個屎坑啊。嗱，開箱為咗做多個屎坑出嚟，夾硬要將個工位咧間一半出嚟，做翻個兒童房嘅屎坑。咁兒童房有屎坑幾好嘅，你幾可會見到有人咧坐住喺度沖涼啊。不過客房有陽改房嚟嘅，然後就到主人房啦。主導開間3.6米，足足有21個方，再123方自稱改善戶型啊。咁衣櫃啊真係冇咩地方放嘅，其實我會建議咧，呢度你可唔可以加個門啊？嗰個位置你整多個門，最後嗰個陽改房你就可以變成衣帽間，咁咪可以好好利用啦。咁你諗下，如果你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冇晒櫃嘅，咁咪大咯。然後如果你真係要換衫嘅，咁咪走過對面咯。咁到時候呢度做衣櫃，呢度做衣櫃，呢度做埋衣櫃，那又如何啫？難道你個衣帽間你想要咩採光啊？反正就保證到你有3個房用嚟瞓，陽台開到嚟做書房，其實真係夠用嘅。咁你哋覺得咧有需要嘅關注我，嗱，關注我啦！